植牙成功嘅關鍵係乜嘢呢？植牙手術前，我哋嘅牙科醫生憑藉豐富經驗，評估每一位患者獨特嘅骨質條件同牙肉健康，為複雜嘅口腔環境制定最穩固嘅基礎。透過 CBCT 3D 影像與數位模擬，我哋嘅牙醫能精確預判神經與鼻竇嘅位置。我哋會設計受力最均勻嘅植入路徑，並透過手術導板將精準實踐，避開所有潛在嘅手術風險。喺高標準嘅無菌手術中，我哋團隊嚴格執行外科級感控，不僅係為咗預防感染發炎，更係為咗創造一個理想嘅癒合環境，讓植體同骨組織達成完美嘅骨整合。我哋嘅牙科醫生堅持對醫療嘅高標準，我哋明白真正嘅植牙品質嚟自手術前、中、後每一個細節嘅嚴謹，令每位患者得到安全美觀嘅長久守護。